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疫情豆豆较松透，真侪防疫规定嘛一步一步开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开放的开，可爱开第一条。读做开，这是读文音，开就是一件代志的起点，咱讲开始。学期起头，咱讲开学。啊，若店开始做生意，咱讲开张；发展，咱讲开垦；花一个天开，咱讲花开富贵。用钱，咱讲开钱；泡豆，咱讲开港。另外，台语有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就是去食粉味的、去做蚵的店消费，咱嘛讲开。啊，若鼻音读做开，像咱讲开门、开花、开单、开药园、开车。心情放互消透，咱讲看甲开咧。大家莫伤过晚，咱讲徛甲开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开市，用的讲是开始营业买卖。开业的这个意思，嘛当讲是一工内头一笔的买卖。第二个词读做开钱，也就是用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疫情慢慢较透白，一寡店拢开始做生意，嘛希望消费者大家少少来交关，开钱拼经济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开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开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